大家好，我係Elaine，我係中信溫哥華中心社區策劃事工嘅同事，好高興今日能夠透過社交媒體再次同大家見面。回顧過去一年，我哋好成功咁樣舉辦咗11次嘅社區對談嘅系列，探討咗 BC 省選嘅相關議題，反應非常之熱烈。今年係2025年，亦都係聯邦嘅大選年，對於我哋國家嘅未來係非常之重要嘅。為此，係中信中心將會製作一系列對話形式呈現嘅短片，並且喺加拿大嘅中信全國嘅社交媒體平台度去播放。目的係希望加拿大公民能夠去對投票呢個議題係重視，而透過深入淺出嘅分析，希望大家了解唔同嘅社會議題，從而鼓勵選民係以批判性嘅思維作出明智嘅選擇。我哋亦都會提供事實性嘅資料，確保大家喺投票嘅時候能夠有充分嘅了解。今次我哋好榮幸邀請咗3位嘅時事評論員，佢哋分別係廖長仁先生 Edward、呂婉瑩女士 Janice 同埋陳華雄先生 Freely。好感謝佢哋無私嘅付出，為大家帶嚟專業同埋獨立嘅見解。值得一提嘅就係中信中心係一個無黨派嘅組織，唔代表任何政黨嘅立場。我哋嘅目的只係提供一個公正嘅平台，而促進社區人士對於選舉嘅關注同埋參與。而嘉賓嘅對談嘅內容純屬個人嘅觀點，並不代表中信嘅立場。最後，好多謝大家收看同埋支持，希望你哋可以幫助我哋分享影片，而俾更加多人到受惠，一齊為加拿大嘅未來出一分力。多謝各位。